不一样。今仔日一定要再念一百，因为太敢听他那孔雀念失败。那个秋霞妹妹啦，这要长得很像那个一种动物。那一种？这样怎么动物？你要好好讲，你的声音哦。你要好好讲，蛮可爱。因为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办法缺少它，因为我们要吃猪肉嘛，对不对？你是说秋霞老师像猪吗？因為學生online，各款用意思思，叫個就唔記得。不能让我多念2句。牙齿痛，牙齒痛，第二單好来。那怎么写作？欣赏正經點嘅版告嘛，因我評了漳州的周通走啦。牙齒痛叫學到用啊。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共下來。嘿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師傅啊哈，還記得哦，對對，今日喊你講下你特別計劃啦。哎，天公爺長夜班。天公爺係長夜班，長夜班，年宵節啊，冇錯。係啊，喺你過年期間哦，冇錯。所以今日喺你節目當中有請到兩吹嘅來賓嚟檢查。老年吹還有擂台吹。上回老年吹，下回擂台吹。有一位是錯棚啊。是。係用自家做緊用。過年做到呀哈。係啊。應該年三十做到呀哈。因為過年係按樣嗬，總共30蚊咬錢嘛。出現最主要單位特別用心講，除夕到15哈，在15日哈，做一天要出現呐。哦，當你要咬錢，只會穿太錢，30咬錢。有道理呢。真嘅，對啊，安尼當好啊，咬錢啊，不然你觀眾朋友看到蛤蟆啲啊，都在咬錢。做得咬錢，有可能你節目就做得咬到錢。參數，係嘛？哦。不過你用吹來賓，唔係講有 CV 嗎？一吹減EV哈？沒有，今天哈，根本也唔單止搶到下對哦，我們還重金禮聘了2位隊長，吹都安尼獻醜。OK，係啊，阿楊就先來分享一條啦哈，先來分享你擂台吹個吹走，好來，起勢，阿伯票。上演黑潮彩幕，在行一聲準備出發，看見一條辣辣，看見風吹一拍，看到路障比很遠，邊個而家大細山望打邊，巴拉巴拉巴巴，在你來離去，東南西北，你就係。翻山過橋，美美愛呀，扎家，三種比爭爭，踩出比爭爭，黑面上映黑彩幕，在行一些未來出發啦。上映手彩幕，在行一些準備出發，看見一條
是要唔理朝天，几多年嘞？巴拉巴拉巴巴，银行来来去去，翻山过桥，没因为爱呀，咋个上周比长长，踩着比强强，天面上银行走财魔。最後現實，你敢出發啦？你敢出發啦？你敢出發啦？什麼台啦？吹中後，有睇㗎，好睇。視察伊那了，視察伊把臉了好啦。把臉了，把臉了，專門一家呀？冇專門一家。專門一家。係啊，初二就有事情嚟，初二就有人預約。哦，真的啊？係啊，所以就暗諷嘛。穿前後啊，穿前後，穿前後。今日這個身負重任哦，對嘛哈，做水狀啊，哦，好好表現哦，好嘛。好啊，好啊。睇電影嘅吹演，可能就兩都一般人教嘛，哦。教冇問題啦，其實要蛤蟆會咬錢啊。真勁啊！好，做對了，做對了，好，我都會前轉移哈。加油，雷腿吹，好，加油，有雷腿吹啊，還有鬧熱吹嘅，兩個拍鬧熱吹嘅，鬧熱吹嘅吹這也是重金禮聘啊，重金禮聘而且是特別還那個從古墓裡面挖出來，那就像這種，你要怎麼介紹他？還有新說法了，活化石沒？活化石。歡迎我哋民國大師葉家修先生。好啦，葉家修大師。頭搖一搖，風停了，又停止搖，大雨來，換着背讓雨澆，雨停了，抬起頭展翅腳，不怕風。不怕雨，立志要長高。小草實在是並不小。台風起，跳那悠悠，風停留，就停止了。太日來，翻天背，用一杯，一停留，氣壓一飄，變成橋。唔驚風，唔驚雨，真是愛不過。小錯實在是無結社。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，长长的街好像在燃烧，沉沉的夜徘徊在木棉道，轻轻的风吹过了树梢，木棉道我怎能忘了
那是去年夏天的高潮。不眠到我怎能忘了？那是梦里难忘的波涛。爱情就像木棉刀，季节过去就谢了。爱情就像那木棉刀，缠身绵绵断不了。风嘅花黏黏開條木棉桃，蒼蒼嘅條長火拍辣椒，點點嘅呀枉費老個木棉桃，裊裊嘅風分上樹米椒，木棉桃。愛用伴蒙天路，這是去年熱天嘅高潮。木棉桃愛用伴蒙天路，這是夢的野酒嘅波濤。愛情就像木棉桃，開節過去就謝了。愛情就像個木棉桃，想念綿延斷不落。加油！这个跟民国嗰邊都按樣。對啊，係咪？係啊，有棍版本。過落去啊，個果實係甜落去啊，唔會講好冇後糖不是清後糖誒。係啊，做行業嘅果實沒清後糖。吃飯了啊，飯咧冇按過飯嘅。係啊，係啊，吃飯就冇糖嘅。冇糖哦，那一定要夾到啊呢。地波度就切到，佢看糖冇出來嘅東西喲，反而黏黏開到。回條路巷哎，回條路巷係冇，對對對，你像那種糖一條民歌時期歌，那個是要花錢呢，係啊，對不對？有一人充飛糖嘅呢，看得到葉大哥唱呢，因為在你那邊看到天幕，這麼近距離搖滾區看到嘛？還是你公是從那裡挖出來的？跟你講，我冇講。裡面的。哎呦，好啦，今日拜託欣賞。對啊，那就加油了，好不好？加油嘞！加油加油！哦，謝謝葉老師。哇，帶來這麼精彩的歌曲，加修模式，加修欣賞。你睇即講法嗰度反義咯，嘅客家話夾錯夾強下啲喎。南州係啊，我夾錯夾強下講下用。好啦，兩嘴根本以後來搞遊戲嗬，兩個嘴有一萬膠嘛？有一萬膠，那禮拜送一萬膠。對啊，一萬膠咩冇特別多啊？然後普通平常時嘅 TPK 就1萬元咧，加碼，加碼。羅哥加碼，我們已經誠意已到了，誠意到了，我們加6888。好了，說而已，馬上進行金幣第10單元。第10單元，好了，吉娜出題啊。同一個濕的東西。哎，是的。來平板，老師麻煩。平板。我抓不到 key 耶，感受他。我跟你講，我剛剛也是差點抓不到 key，小康老師把我彈很高，你知道嗎？一樣，比我平常高。是要叫我唱那個調試啊，調試啊，對啊。一雙牛來牛那煙那，一雙牛來背那。吉娜姐一聽我在釀一百，因為她講聽糖嘛。那可能一樣失敗。
采半天，马给燕燕，每面前路来哟。妹們嗌劍招來採，一講燕燕採半天，姜子燕又燕，姜子燕燕妹面前，哪愛哟哟，哎哟哟，哪愛哟哟，哎哟哟，哎哟哟，哎哟哟，你把猜對麼？對對對，陪你猜對了。記住會假步嗌哟，本嗌猜對了，猜對了。對面的阿哥在那溫溫營養，馬街燕燕樹上吊，馬街燕燕水中見落來，呦呦呦。阿妹們嗌劍招嚟採，金枝燕燕樹上吊，河呀燕又燕，河呀燕燕水中見，哪愛哟哟，嘿呦呦，哪愛哟哟，嘿呦呦，的哟哟，嘚呦呦，你把猜對麼？對對對，陪你猜對了。記住會假步嗌哟，相愛猜呀，猜對了。再嚟糖啊！我係要聽。來，對面的阿哥在那溫溫營，馬街木腳為上天，馬街木腳為落天落來，呦呦呦，阿妹們嗌劍招嚟採，火野木腳為上天，楊盤木腳啊，楊盤木腳為落天，哪愛哟哟，嘿呦呦，哪愛哟哟，嘿呦呦，的哟哟，嘿呦呦，對看吹對麼？對對對，陪你猜對了。記住會假步嗌哟，本嗌猜對了，猜對了。優秀，唔過自己幾多馬突然來做咩？裝唔緊要。你有把嘢。用嘅合作按多年了，36年嚟啦，對對對，連弄都冇弄到啊！哎呦，能弄嘛干，能弄嘛手干。都冇批到。 36年是上過人家的 make it 暗號，係啊所以你講家下帶嚟嗰條都團靚嘅歌嘛，團靚嘅歌，采米歌，所以沙下來。我經常聽隻單元就會山歌采米歌，我唱兩位先生，麻煩兩位咯，兩位先生，係啊，我用山太跳來，嚟冇啦，冇靠唔到，當然兩位，確實有靠啊，係，因為啲流行係唔識唱歌啊，我真見到，我唔識唱歌，天從來就出嚟哦，冇問題啦，厲害厲害，咩就一日就有人家這樣辦法，唱兩位先生都冇辦法啦，用山太跳嚟出題哦，其實講啊，真係浪人瀟灑人啊。真蠻專業，專業，嘿，專業浪人。我大概是他講說我們是化石啊，對，來，夾啦。兩位先生嘅出題嗬，用山太調嚟演唱，唱衰後我講啱一百嘅題目啊，嗬，聽到你羅哥啊吹哨子嘅時間啊，兩啥有看到嘅當紅嘅節目又出來咧，嗬，大家建議就會出來唱他有冇？唱他題，唱當紅嘅節，哦，做得冇？啊，然後就開始人哋嘅山歌采米王咯，題唱秋夏先生。我台一隻題名，我用乜嘅哈？乜嘅跳啊？我用了三國志。三國志吼，小康老師，好來。台一隻題名哦。地名哈。Hello，就
Kitty 麦空空，用英文就做冲山歌，你知道吗？有哦哎，哎，这世界嘅客家歌呢，係嘛？客家音 Hello Kitty 麦空空台一隻提名，係啦，要彈到嘛？你應該請簡單。哎，小月 ，Andy 嘅擂台追，好來，你搶到啦！哎，貓空，貓空，答對嘞！哎呦，先持得點這一分。只是不你糖到有空空啊，空空啊！還有 Hello Kitty，Hello 有冇？還有 Hello Kitty， 厲害啊！Hello，哎，讚嘞！好，沙雷槍，戰一先生，哎，我玩咩嚟啊？裡面呢，山歌哈，嘿，豆方面嘿，呢，山太跳。然後呢平山歌之後，兩個就玩平板。平板哦，你還提供平板同一隻詩哦，一隻詩哦。捉拿了地拉背呀，又是了來喵囊啊！哎呦，好聽好聽，來，爽！來，竹林地背又是喵。哦，同一隻應該詩。竹林大廈吧？大廈嗎？係嘛？嗬，因為地杯。誒，就你客家話講竹林，嚇，你喺過年嘅度會。竹林大廈，睇下會團竹筍啊！係啊，竹拿度哦，竹拿度風。所以同一隻詩啊，同一隻詩。哈。嘿，哎！啊，好啦。也就算擂台吹啦吼，用嘅 Andy 嘅伴奏，送擂台吹。嘿，那大師，噔，對咧，噔，哎呦，得到2分嘅擂台吹，哎呀，厲害呀！哎呦，挺厲害呢，你還很算簡單啊，比較難的你們要回答好不好？對，這太簡單了，讓給他們。接下來就有點難了。沙雷要揾秋下欣賞啊，唱秋下欣賞，同一隻4個東西。你有買票誒？啲阿都比較好難嘅，很難哈。羅山歌，羅山歌，來，同一行4個東西哦。小強老師，麻煩你，老山歌的調調。用西西風，口感圓圓米西熊，同一隻4個東西，4個東西啊，4個哦。哎呦，啪啪又圓圓，哎呦，好，哎呀，那邊吹，開張一下，有冇開始咧？豆腐，答對咧，豆腐啊！哎，啪啪用熊西西風啊，哎用圓圓啊，米西熊啊，好啦，好，下一題係搶戰一欣賞。我看到我唱下帶羅山歌，我咩度帶羅山歌？哦，羅山歌同一項東西，同一項東西哦，哎。龍頭龍毛，大草
上边有土有来嘞，满天梭呐。他在 R&B 诶，用诶。张艺兴人，你狗齿糖叶的歪歪。用办公，弄头弄毛带重边，哎呦，又来满天梭。好啦，我台毛。来，一项东西啦哈。弄头带毛对，哎，哦来，也是我赢他了解，系嘛？来文俊。这东西就係事關你第三胎，家講出來，太上講出來，重嘅病，哎，家講係嘛？拖把，他對嘞。哎呦，還真的是呢，真的啊，誒咩黑嘞，弄頭帶毛，重嘅病，弄毛，病影片裡夫卡都用吸塵器，哎，唔啲嘞，係嘛？哦，殺好了，哎。哦，我也寄養了。你也寄養了，三胎挑的，你做的咯？做的。正經哦，你用嘛個？我的主題曲啊，露台，因為該跳。3個字，來，我出一個給你們猜一下，好不好？團一隻水狗，好唔好？水狗。露台岸都是那风啊，木竹烟又烟呐。露台岸都是风，木竹烟又烟，同一種水果，一種果子。哎，給吹，他們還在討論呢。按金毛兄都有沒有按鍵？有沒有按鍵啊？對啊，你這次太快了，真的啊！嘿，黑馬該。牛，臭嘛？牛竹啦啊，有竹啊，演啊，對啊。恭喜答對了啊！螺絲風嘅木竹嘅意思就錯了，牛眼，係嘛？像牛眼一樣誒。哦，我懂了。來，換你。哦，我壓力清太咧。來衝誒，問衝一下誒，問本大家討厭。好啦，把它吉拿出題啊！好。討厭濕的東西。哎，是的啊。來平板，老師麻煩。平板。哎呦，你超好先生。講到濕咧，做披露嘅。熊嘅米絲啊！我抓不到 key 耶，感受一下。我跟你講，我剛剛也是差點抓不到 key，小康老師把我彈很高，你知道嗎？不一樣，小康老師這個 key 是要叫我唱。那個調試啊，那個調扣押，對啊。來就輕輕中了，還要這樣弄一下。OK 嗎 ？OK 嗎？不 OK 啊，先生。有把握嗎？唔巴啦來啦。好了。乜個 key 啊，先生，講乜 key？B 或 C 啦。C 來。好 C 來。好。欣賞自己的皮膚啊，兩條欣賞。哦，同一隻濕嘅東西啦。濕嘅東西啊，來啊！看在我被糟蹋的份上，抬起來團抽好冇？圓圓啪啪就衝啊，圓圓滾滾，好溫奶。做好，來，坐好來。
鲜，这个我知道，爱厉迪害啊！启拔，启拔，对嘞。你天天绑号说几把？董浩生，怎么样？一大包这样，然后要剪一个小小的洞，然后这样挤出来。哎，圆圆啪啪就冲癌。好，来，恭喜答对了哈！答对嘞，启拔。好，沙下来，喊一题，哎呦，秋霞老师再过来。沙下来喊一题，又有我们音乐大师要出马了。哎呦，小康老师，小康老师，小康老师，来，哎，一点，哇，的高潮来了，小康老师。小康老师都一直在东部哈，哎，小康老师呢，充满爱挑哎，你都讲哦。山竹啊，千山带强魔啊，树卡又树卡，两支太慢多啊。唱哦，真的了。为什么你的 echo 那么大？他好像是阴间来讨钱的，做嘛 echo 做完台。哎，团球也要冲了哦。嘿啊，哎，冲的饼干很他脏呢。哎，你唱比我还好。自己开的 key 啊，我自己不会弄自己。哦，别人可以弄，自己不会弄就对了。结果我刚刚被你弄了呀。哦。神咒请移呆抢移呆抢摸树卡两百台湾刀，台着空物。哦，也应该当后团哦。应该请简单。对啊，好来。哎，小叶来擂台吹。螳螂。哦。螳螂答对了。我懂好吧？我懂好吧？螳螂，请问一下，每日一字，哎。爱龙屁股。怎么很像一个很像一个团名？越南话。矮龙必波，哦，从矮龙必波。等一下，矮龙必波，我们客家界的大佬在这里啊，来抢高。矮龙 people 有唐人讲过啦，矮龙 people 还有乜嘅講法冇？我知道我哋咩講匆忙嘅呀，匆忙嘅，矮龍 people，矮龍 people，衝嘅矮龍 people，跟叉少年先生衝有講過，矮龍 people，矮龍 people，愛龍 people，去了，恭喜答對啦！答對咧，唱講腳啊！哎呦，沙來要唱手下先生咧，要揾到我嚟啊！要揾你啊！哎呦，我俾錢難拿咧嚇。係啊，難拿，用衝聽來。平班哈，平班。同一隻東西，同一封東西。來，小康老師。有义講下有追，千里傳上幾追威，台風東西。哎呀，都帶很密嘅東西呢嚇。哎，哦，你下只常用嘅都嘛，你下清水。對。你下少嘅，你下用冇強用嘅東西。哎，有。哎，做什麼假動作來不做？他還做助跑嘞。你們是有講好是？一搭一本一題啊。哎，哦，還買東西來。啷嘢吹？電話，他對，雙有義講下有追，千里傳上地追威。對，好厲害。倆太起個都用數機嘅呀，天發沒他手。對，好來，沙下。沙來喺二槍戰一欣賞。我要問來了。哎呦，同一隻詩。用我創案多啊哈。哎，忙創個三國志。三國志，你用三國志啊？哎，三國志。好，來，老師來。
酒加了一啦，讲起就一大千呐，又骗了来干呐一啦，啤酒啊嘿一多钱呐。哦，左片加热係以前，右片減熱係以前，有一隻詩哦，彈得出來。加熱又係以前，減熱又係以前哦，你幫我彈一下有冇條款來？來本主，馬家師，簽，馬家簽，來，哎，你的鬧煙吹有湯了嘛？還有嘉修老師呢？最有學問的蛋沙皮，請痴心哦。馬家師，責任的任。對。葉老師，你是怎麼猜出來的？你會哦，人。老師有板子，有板子，加一不是签吧？對，然後右邊這個刃嘛，對，下面這個拿掉簽。對耶，哎，對了，哎呀，超美哦！哎，你有準備啦，不用對，是親男的，經常講的嘛，吼。但是親男的是錯的哦。嘿，唔可能啊，一下就團出來。哎，冇按改啦，講真的，哎呦，葉老師真的厲害。你來有，還有一點那個深度。有，非常有。哦，要不要來玩一下？沒有要不要的問題，只有要。要。出題啊，給你們這個團員大家。哎呀，哦，來，先唱蒙心意，來，導演啊，唱歌，從你開始啊，我們都是要由後面的比較厲害，這樣讓你壓力不會那麼大。謝謝。來，欣賞好，那我就唱我的主題曲嘍。你有主題曲啊？也有。所謂那一句風流。還有正給你拿主題曲。那個什麼調？那個是三歌子。對，三歌子，三歌子來。小康老師，麻煩你，嘿嘿。什麼 key 啊？什麼 key？老師開啟了 key 嗎？他已經彈了。錯嗎？似風流。三色洞。公公嘅花了呀，其實風空空沒講花燈變公公了，其他特樣嘅一下都變公公，你變公公。你唔啲人忙碌唔啲啦。聊的單眼正經冇聊兩位欣賞做唔得。哎，真的好。哎，你們抽的時間欣賞，順風從體向嘅女的。好，兩個題目係同一條歌嘅。一條歌名。時逢歌王出土30年，廣告嘅花唔記得。廣告啦。廣告嘅花唔記得。記住變空空。你清歌，你清風嘅歌呀。要冇清風啦，跟冇馬引堂都。冇啊，但係你節目清風啊。真的嗎？係啊，每次你抽一的時候就要唱一下。是哦。腦霧嘅時節就會抽一下，係冇？對啊，有5個字。嘿，同一條歌誒。雜詩。雜詩哦。研究好了啊。喂，哎呀！你還不敢跟老師講？崔總自己出馬，馬家狗誒。對。是不是老了？是不是老了？哎呦，對，哎呦厲害啊！哎呦厲害，看起來會衝嗎？是真的假的？是不是老了 boy 啊？老了，路上的妹妹都不看我一眼，是不是老了？再也看不見那人魚線，是不是老了？跑個幾公里也能叫苦連天，真的是老了。孩子們總說我愛嘴黏。在那邊，真勁係時逢歌王啊！哎呦，真的啊！哎呦，你們兩個慢慢聊啦。先走了，
有没有打情骂俏？不对，我说唔对的。是不是老了？但他说你老了，制作单位说的不是吗？啊，没关系，老就老，嘿，老才有味道。是啊，老才有经验，对不对？哦，感谢心意。OK 啦，谢谢大家，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。对，下班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压力解除哈，好。沙罗温轮回吹啊哈，比轮是家起了，我还没扣你。哎，小搞呀！来，你这啥都听说的，有请你客家陳雷。來。哦，可能我衝聽睇下我彈唔出來。會嗎？因為音樂器都琴唔到。琴無音跳，考大家的智慧了。有兩位欣賞厲害，唔是講，你用乜個跳誒？用平板。平板，團一風動詞。來，團一風動詞。小強老師，麻煩你們，一送了來用那煙那，一送了來背那，走順了來出那門那，暗夜了來歸那。走順出門，按壓鬼。今仔一聽我再念100，因為他個一聽到。那可能念10擺。認真下嚟，好來。團一風動詞。團乜個東西呢？為什麼今天戰鬥力那麼弱？對啊。佢哋有較強啊。倆有較強的哈。媽，先團一下。好來，文竹。文竹係乜嘅？係咪拿？文竹，你老師。海係乜嘅？鞋子。恭喜他對嘞！恭喜啊！時間唐醫生哦。嚇，佢唔係唐嘅事啦，佢看眼音題目嘅原因啦，佢啱挨係唐嘅事啦哦。啊，是蒙理論啊哈。哦，安尼這一個單元我們也玩蠻久了。係啊，差唔多了哦。感謝理論，還有欣賞，劉明欣賞。謝謝偉倫，謝謝回頭說起。那你要統計一下，看一下分數。冇啦，有做咩？先統計一下。係啊，恭喜人哋鬧一出5分，擂台追6分，恭喜大家擂台追啊！耶！那個秋霞妹妹啦，因為她長得很像那個一種動物。那一種？像什麼動物？你要好好講。你的聲音哦。你要好好講。蠻可愛，因為我們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沒有辦法缺少它，因為我們要吃豬肉嘛，對不對？你是說秋霞老師像豬嗎？試看看豬好不好？豬哦，好，來。屁啦，這個吸氣怎麼唱啊？好啦，今日新嘅單元。第一個單元唔啲寵物嘅，要出題嘅人係用無強用嘅方式來創作嘅，可能係用衝嘅，可能係用念嘅。哦，有無強用嘅方式。哦，有無強嘅指令做操嘅。對，無強嘅指令。睇自家做嘅衝突。哦，拍慢人。嚇？拍慢人呢？大主都睇自家都有 TV 啊。先有請 TV 嘅起司必欣賞。好來。耶！哎呦，分出題啦，隊長啊，隊長先出來出題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題係起司必欣賞，我用喵嘅嗓音。哦，喵嘅嗓音，衝一條歌啊，你看。好，來，看貓怎麼唱，好不好？貓怎麼唱？我有一些海鮮是不是有點障礙？平常時用衝狗詞，然後突然轉貓叫，不知道怎麼轉。喵喵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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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這貓心情喵喵。哦，睇住啊，假使彈得出來就真係衝他了哦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唱錯了。
没有，你刚前面2句就听得出来，马该狗。先堂起，先堂两个。我后面唱错了，我后面唱。你不能因为你这对这样没抢到就。闹捏吹。他们说不定答错。听前面2句吗？好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死练狗，哎呀，错，我兄弟，好听，闷步，是吗？对嘞，闷步，我害惨了所有。tempo 有点慢，真的，难怪可能一个还真的有点像失恋歌呢，有腔呢，正经呢，大把那有什么？大把那有什么？我来了，唱闷步。你从来不没呀，唱我那些深深的地来，那种挖走什么？深啊深，深深爱的歌，叫我走什么？唱我那深啊深，路途有几多？388里哟，先生啊，勇子啊，风啊流，送啊流，呀呀吹。恶作鬼，风流做什么啊？呦呦的呦！哎呦，好啦，第一题，厉害，厉害嘞！一撮聽，正經要唱啊，盲衝都好背啦，跳前正經清唱。好了，下一題來。聽一題，強用要用咩位嘅聲音？來，啊，這個再錯就丟臉了，丟臉是嗎？不要這麼丟臉，你這個年代的歌，兩年推國外這個超唔超就唱沒？來，好了，哎，好，一樣喵嘛哈，用喵誒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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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猜啊！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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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真的唱太累，好来。喵喵喵。台北的天空，有年轻的笑容，还有我们熟悉和共享的角落。台北的天空，藏在你我的心中。多少风雨跟岁月，我只愿和你度过。哎呦，老师连那个音乐都来不及。哎呦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有没有一个嗓音？对呀，哎你，而且老师还会跟 tempo 嘞。对啊，你他就一样慢歌，就是喵喵喵。哦，上了来吹总，不然你然后要吹总。对，嘉修老师。哎，老师的字你冇强用哟。哎呦，上了俩一题，我用汉语轮音歌词，打马轮音歌词。嘅汉语，咁做得。冇問題啦。較新旁邊啦，嚇。係啊，先生。假漢語哦，要諗到人哋開溜，係是講基本上就講開溜嘅啦。本來挨爸講開溜，係咪講詩人啊？對個正宗理工樣法人都真係講嘅，法人對不對？法人西海強係嘛？西海強啊，西海強，西海強。法人人差唔多，大部分人會講兩種。係咩西海強？哦，安尼按住糖安尼嘅，先生用嘅漢語咯，音用音咩就好咧。模擬腔客嘅成法，標本茫茫渺渺，較爽快，較爽快，連連多多，春年嘅湖泊塔，比種潛入嘅現實，神入哦，如花愛國無言談，做得唱他的啊，他起來很想唔出來。拄好對等講嘅講心上，槍好對等講嘅講心情，心就講心情，妄語肥踢，聽上來，通上來，通啊聽，通啊，哦，就係參事嘅湖畔，唱他，好了，
就是暂时的舞伴，唔系歌名唔系啊，歌名唔系，叫歌名系84哦，快你就是不嘉修老师，就是舞伴，我是命。也这样就七个这字啊！是你还去找诗好吧？你先放回去啊。好，哎呦，查一些些嘞，查一些些嘞。这个歌名有那么长吗？有哈？是吗？这个歌名就是这个。哦，是哦。来，而且中间还有一个点，嘿。来，就是不怕你是性命。哎呦！跳下来冲两条好路歌诶，就是不怕你是性命。你看南部对台语歌都很厉害。跳下来冲两条歌诶。来，好。不怕你是阮性命，我无讲你嘛应该拢知影，就是暂时的舞伴，你是阮性命。若是起来你做伴，甘我就真看阮梦中行，就是暂时的舞伴，你是阮性命。惨惨将水饮好干，最后在心坎痛。哎呦，查一些些嘞，你看，对吗？这个多经典的歌曲。接下来第四题了。各出一题啦哈，用喉咙发音歌词。哦。用喉咙歌。喉咙音歌。你得是条条啊，对。唔系挨只中年哦，一只中年哦，唔系挨哦。你将线放好等等。你将线放好等等。爱我轻松去飞，你讲唔免惊，慢慢啊去啦。你讲唔免惊，慢慢啊去啦。有时阵大风，你惊山也还一条汉语歌诶，客家歌。无风，又搁烦恼我的跋倒。我讲免惊，放互我去啦。我讲免惊。喂，来，人也吹。哦，按翻译。不要太激动，好，不要太激动。这我们还要用很久。来，唱飞他。自由，自由，答对了，答对了嘞。安排我下次再念别的，除了爱用念他重点。哎，正经的，亲有感情，差唔多嘞。对啊，然后你的演冲米沙完全冇用，跳下来冲两条自由。自由，来。台风给世界，天风高比，凉风给世界，那被转来看你。他的旋律也是四海的呢。是有的地方有那种有，他腔调冇空的哦，冇空呀。哦，哎呦，好哦，是吗？那就谢谢嘉修老师。讲一下，对，我有要叫狗叫。他一题。没有，怎么会叫你来叫狗叫声？当然是叫林冠群啊，林冠群啊。没有，我们是要叫你用猪叫声来。猪叫声当然也是，等一下看看叫声。谢，冠群，来。好，老师已经指定你叫狗叫声了。好，可以。我做对了哈。请出题。好，唱出题。用叫的上。嘿。这狗 key 不准。真的抢他了没？擂台吹。有嘞哈。听海哭的声音。哎呦，他对了，他这样吹狗螺你也听得出来。好厉害哦。他真的好像是那个被绑在那边叫吹高铃。别 key 喊40 key 嘞，冇够用啊！跳下来冲两条，听来。海哭的声音，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，悲泣到天明。
跟吹狗螺差很多啊。好，还一条狗哎。好来，哎呦，你自己要找个动物吗？啊，你要我你想要换什么动物？对啊，你用到通夫啦，对啦你最擅长的。因为那个秋霞妹妹啦，因为她长得很像那个一种动物。那一种？像什么动物？你要好好讲，你的声音哦。你要好好讲，蛮可爱。因为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办法缺少它，因为我们要吃猪肉嘛，对不对？你是说秋霞老师像猪吗？你偷听？什么关系？是，那我就用猪讲。我说我比较像，讲好硬哦。用猪啦，确定用猪？我觉得你刚狗还不错嘞，真的吗？那个你狗都吹高雷了，你用猪试看看猪好不好？猪哦，好，来，那你来，一条火龙狗也太起卡统一下。火龙狗。屁啦，这个吸气怎么唱啊？你要吸气怎么唱？要是我可以唱怎么办？好，我直接那个副歌啊。他这个是猪，已经要被拖去，要被阉割了，在哭了这样子，还吗？好。我来试看看，你要有糖出来吗？干嘛？糖出来，你吃宽了，你吃宽了。好像有，香油的，来，你这样猜得到？我试一下，因为可能有茫告情机吗？答对嘞！你怎么猜的？你猜得到？因为刚刚冠群那有一点点线，一点点了，有一点点。我跟后面的凄惨的猪叫声听得出来。哎，给我会弹得出来，你给弹不出来啦。哎，这你冇简单呢。重点是罗哥说我试试看，我想说，哎，那可能比较简单。你有猪的朋友哈，猪朋狗友，嘿嘛哈。猪队友就好了啊。好，看我来冲两条狗诶，帮搞情天。想来全然无滋味，我无达到你这款的对待。心茫茫茫到深更，醒来看无你身边，含我上好也替你哭几暝。心茫茫茫到深更，醒来一切是过去，想看卖爱我有啥意义？猪朋狗友，猪朋狗友，很亲离婚哎，安迪他还想说要解套哎，还有那个被凌迟的猪，难跳。哦，撒下来，咩你通不给给有冇？哎，你怪的请啥？妈妈我去，赵琪老师，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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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呱呱呱！他吗，老师？哎，副歌吗？好烂，真的好烂！你那个 P 曲完全没唱出来，你要教人家怎么选啊？不歌，刘台吹，来我这呱呱！哎呦！那你考得出来？好强啊！因为好心往爱，各款用一丝丝，叫歌就唔记得。不能让我多念两句。哦，撒下来，咩你通不给给有冇？哎，你怪的请啥？妈妈我去，赵琪老师。对啊，这个用学动物一定要叫他来啊。对啊，要喊中的用马嗓音，懂眼就用怪的嗓音啊，对吗？老师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？怪的嗓音用的团。哎，我用呱呱呱呀，呱，你都做对啦。但是你的旋律要 app 出来啊。要 app 出来嘛哈。喂，好来，哎，用怪的嗓音，冲一条客家歌来。
哎，弹看啦。来，呱呱呱呱呱呱呱。欣赏调试呱呱呱呱呱。哎，我很怀疑你到底写歌是怎么写的。老师，你有 pitch 吗？对呀。哎，我唱的那么明白，有你弹得出来吗？呱呱呱呱呱呱呱。呱呱。我团课了吗？做在冲他。呱呱呱。农业吹。客家歌诶。客家讲西妹。客家讲西妹。客家西妹。答错。来，看啊。副歌。好。呱呱呱。有差吗，老师？还有副歌吗？好烂，真的好烂！你那个 P 曲完全没唱出来，你要教人家怎么选啊？副歌。所以老师现在不唱歌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他也没有什么副歌啊。有啦。他差不多。亮。这亮一听不会哈。好来。呱呱呱。呱呱呱。呱呱呱呱。呱呱。来，刘台吹，来我做马盖。呱呱。法苏哈。哎呦，那你弹得出来？好强啊！老师，你在挑事哎么？老师刚刚在唱哪一 part？呱呱呱法苏哈，他还转音。法苏哈，欣赏条件冲啊嘛该。对呀。对啊，破个乜冇听到。没啊，因为给我们制作人拢爱讲，他一定都一扎丝冲。哦，没做。呱呱，给100就不用糖。哦，调试我本给调试。呱呱。哦，呱。所以我在想，怎么有可能老师的原音都唱不出来？这样要退出歌坛了吧？真的，好了，看他的冲法术好。法术好了。法术好，有一个螺丝风哦，走过给蓝山。做過嘅什麼嘢，就像街門前花，來去去，唔知幾多散。老師，你應該用呱呱呱唱。呱呱呱呱。哎，蛮好听的。哎呀，你彈得出來。哦，很厲害嘞。欣賞個吹題，強用怪上嗎？哎，怪上。沒有，你的專長嘛。好了吧？啊？直接副歌啦，我給你彈唔識咧。我冇聽。哎，你看。係啊。哦，跟我一條歌佢用埋。係，來。表現好了。翻譯嗰位。好，嗯。副歌嗎？沒有，這個前面主歌。彈個出來，我尿都寫出來，嗰啲。哎，唔過欣賞咩冇錯唔錯哦。對呀，對呀，對呀，而家衝一堆哦。有8-7項哦，有8-7項。正好講，因為那個衝一吉他搞就不會。然後進副歌嘞，好冇？開始啦，這樣一種。你要有拿冇拿？哎，有拿冇拿？哎，再一次。哦，給他比他的。好來，來嘛，各位，讓葉吹。哦，他先，姐姐妹妹站起來哦。他對了。哇塞，你可以做動物界的翻譯。對呀，你坐在後面。他說姐姐妹妹，我說啊，姐姐妹妹站起來。哎，猛抽啊！副歌彈得出來啊！哎，跳下來，衝兩條，姐姐妹妹站起來。男人7個傻，8個呆，9個壞，還有1個人人愛。姐妹們跳出來，就算甜言蜜語把他騙過來，好好愛，不再讓他離開。
10个男人7个傻，8个呆9个坏，还有1个人人爱。姐妹们跳出来，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，好好爱，不再让他离开。耶！谢谢老师，是蒙你的意思哎呦，可以跟他沟通了呀。说的。好嘞，好来了，哎呦，他的侧听，呛罗哥啊，要矫柔做版，一定要这样子哈。哦，要做，做的。这个应该要叫新宇来啊，他们是电台人，真的哦，那个声音应该是会比较吸引人。新宇有新宇的扣打。哦，有扣打。是，好来。还是要叫他站到这边，你比较可以矫柔做。好乐狗哎，用法尼轮呀。好乐狗哎，好来谈后啊。春风像是那场过去的梦。哎呦，有心人故意被淋湿，是，已经不愿意再次期待。伤心的人没有眼泪，总是我多情了。心肝这么软，这无奈的感情才会无完无了，这无奈的感情才会无来无煞。哇！再会啦，心爱的无缘的。哎呀，刚好抢到。吕德吹。再回来，心爱的无缘的人。答对了。哎，罗哥，你念得好棒哦！如果不是刚刚差一点点让我有点笑场，完美哎！你好适合，正经哎！真的吗？真的，所以我很适合。你很适合去公布3金的名单。哎呀，真的得奖的是，得奖的是，欢迎，让我们欢迎颁奖人，好像叶嘉修老师。从古墓里挖出来的人，从古墓里挖出来的老师。好啦，看好了，冲两条狗哎！我要再会把心爱的人，心爱的无缘的人，若无爱就头嘛无彩工，过去就一场空人的故事，无聊的梦。再会啦，心爱的无缘的人，人月的梦伊遐尼呀香。祝福你亲像春天的花蕊，呀哇，罗哥给我一条，来再来一个矫揉做版。头发短短的，对，面颊红红的，就像树上那朵大大的红花。你的模样是多么可爱。是否可以给我一个机会来为你歌唱？小姐，你真美。小姐，你真美。坦白的说情话，才是。来，你吹。阿你投人出来。谁会按奖？阿你投人出来，谁按奖？2017，他对。谁会按奖？2017。对呀，那个谁唱的那个萧家乐，哦，对，小姐，为什么不是我的 C 曼奖呢？因为马上就猜出来了，你念念看你的 C 曼奖。小姐你真美，小姐你真美。好，看我先来冲两条歌哎。谁会按奖？谁会按奖？坦白地讲情话，将迄水甜蜜嘅表达。谁会按奖？风动动给面颊，一句会唱将给放在个心度给一缕发。哎，好久没有看到他了。对啊，他退出歌坛了。真的？没有了，我随便讲。哦。没了，新就没了嘞。哎呀，没了，那冲到暗后，客家界的林俊杰，开玩笑。人家可能做幕后，他懂。哦。对啊。来，好，我已经出2题啦。好。出题了，3下来阮慢言啦。3下来阮爱啦。第一条歌是法语歌诶，不过我要用汉语念歌词。好，来。嘿，哦，
矫揉做作，要矫情是不是？好，应该好是恩爱的，各款用一些些，叫个就唔记得。S.H.E 美丽新世界，应该学习婴儿再宽容一点。不能让我多念2句。答对嘞，很厉害了吧？按你考得出来。我还没唱陈雷的歌，你就猜对了，好厉害哦！嘿哦，好啦，看他来冲2条，咸水冲2条，各位，美丽新世界。这美丽新世界，我喜欢自信的感觉。我看见你微笑像天使，这就是爱的奇妙。我愿意陪在你的身边，让心跳不会变老。欢迎来这美丽新世界，让感动一个一个实现。应该是他的铁粉，对吗？对啊，太厉害了。对啊，让一记听听，我还没有进入那个情感。好，某个雷题啦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好 logo 哎，不要那么快，对，猜嘛，对嘛，忍耐一下行不行？好 logo 呀，好 logo 用汉语音歌词。好来一杯气。唔管落水田，也係風柴田，我係做功夫嘅演員。阿妹，你點冇？我正經喺我背3萬大病，唔敢耽誤到當初嘅主事，唔會本意在親戚前面跳台戲，係講談到故鄉。我嘅心情會動爽快，結果咧一山又一亮，演唱我甜蜜嘅歌聲，甜蜜嘅歌聲。來，乜嘢歌誒？藝界人生。哎呦，藝界人生，唔錯，你還這麼有自信哦！我真係被你氣死了。同樣4個字，哎，同樣4個字。第一下，係乜嘢歌誒？啊，葉老師來，來，團一下嘛。哪聽到歌聲哪響？答對嘞！藝界人生是慢，好有自信哦！談到故鄉就想到我吹咧啊！好啦，叫我來衝2條歌聲哪樣？厲害啊，厲害啊！來。歌聲，阮的心情就開活，帶出我流浪的本命，獻上阮愛我的歌聲。當聽到歌聲，阮的心情就開活，不通講做阮無幸福，全望你熱情的人體驗。好，來，兩條歌沙雷灣彭思娟。哎呦，彭思娟的出題，彭思娟的出題。來，哎呦，彭思娟可能也有得罪制作單位還是怎麼樣？我團一條漢語歌誒，我點都念嘅歌詞啊，點都歌嚟念，嘿，倒着念啊，嘿，不窮，一句嘅點都歌嚟念，用漢語倒着念，用漢語，嘿。哎呦，大家認真聽好啊，好來，好來啊，個漢語歌預備起，好來。了水心，了團情，總無樣無。哎呦，平航線嗎？阿妹，不要對觀眾。平航線。兩行先，哎，我們少奇老師，他很懷疑啊，他很懷疑，真的嗎？平航線呢？我記得。欣賞就會給條歌誒，呱呱呱，底毛人家歌誒。他想說，我寫的歌，我好像不是這個作詞啊。係啊，冇乜印象嘞。感覺冇乜印象嘞。係啊，兩歌詞冇印象啊，還是你是別人代寫？那個倒着念感覺怪怪的。怪怪啊！你從聽一佢是啱啦。哦，係啊，聽唔到，怪怪的，奇怪。係啊，唔怕啦。唔呀，吹他對迄充電嘛，係冇？對。哎，交易率退出，厲害！向他來衝平航線。好，後台那個來。衝平航嘅兩條線，愛天都在你掌握變是夜，不是夜，情黑夜。
心声无言，前生结缘。应该不用歌词，歌词段落切对一下好不好？好了，问题连原作都不原作者他都不会唱。他现在进入动物的结界。哦，对，他现在。你可能没有用呱呱呱，你就唱得出来。呱呱呱，点豆豆了，用慢音。哦，好了，过来一条歌的啦，过来，按架就弹出来，好来，好，麻烦你来。杀了两条，还好了歌的，好了歌诶，它简单啦，用行音音不是就好。啊，嘿，好了歌用行音音，又要点豆音吗？不是点豆音，好来，这样太残忍了。好，是讲音好，开始哈，好来，10個木字地度，我都買些。本愛心肝頭尾通過日，唔應先來講破你欺騙嘅法，莫講安道啦，前面咋莫言宿舍上分嘅素材。喂，農業區。馬該，無人識西，答對嘞！無人識西，識西結婚的所在，小酒一杯、兩杯、三杯，當作是笑話。無聊的祝福，今嘛我無想要講，只想要離開兩個，做一個無人識西結婚的所在。一來自由飛，對來祝福，踏着輕鬆的腳步，心所愛的人再會。哎呦，第單元就結束咯。結束了哈，好吧，分數咩統計出來咧？來，兩隻單元加總起來嘅分數，鬧熱吹係新一分。係，擂台吹13分。恭喜擂台吹！反敗為勝，還有單元，還有其他單元。擂台吹不是他嗎？哦，擂台吹錯，拍攝。沒有反敗為勝哦，現在還是一樣他們勝哦，還是一樣領先哦，他們還跟着我高興呢，暫時領先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將士，按照了金行下一團單元，哎，繼續表演好，來，抽筋應該都一樣，大家都抽過筋吧？好，來。還這樣？沒有，有些難呢，是我問題嗎？你的問題，真的。牙齒通，鐵蛋嘛。好來，那怎麼先做？欣賞，正經點樣辦告嘛？因我聽了張做的做通走啦。牙齒通叫合作樣啊。第三隻單元，強用冇強用，一樣冇一樣，知道？強用冇強用，就會講出題目嘛哈。等一下羅哥出題呢，你小 Ken 老師下音樂，停嘅時間睇下做強用嘅動作，羅哥會出題。是。然後關注強用嘅就得分嘞。來提嘅關注。你是鬧熱隊，擂台鬧熱擂台。一組有用 V。好來，那我出個題目哈，你一定要跟關主的動作共用哦。這一題跟你還蠻適合。是哦。大猩猩。好來，小 Ken 老師請出。好。哎呦，幾乎每一個都像了嘞。我還有臉部表情哦。對啊，就只有你的手高了一點哦。來，你是怎樣？你胸部太大，要拖着胸部，對不對？好。羅哥做較強的嘛，還叫我酸呢。你看最像的就是他，你看。冇，來問準正小雞那邊來做小雞。
对对啊，大猩猩，哎呦，全部都得分啦！哇！哎呦，怎么会？哎，一个动作呢，全部是中央啊！星星简单呐，我来做看啊，大猩猩。猩猩啊？嘿啊！这要定点呐！定点呐！定点吗？你这样没有定点。好啦，他们是啦，好啦，来踢。猩猩看的对啊，这样也是比啊，这样也是猩猩啊。按钮没黑啊，黑毛。哎，都得分。很难得，很难得。全部分数中央，全部都有穷。听一题来。听一题。放鞭炮。放鞭炮，好不好？大字炮哎。自抛哎，好来，小康老师。姐，你的自抛标法很奇怪哎。妈的，自抛按狗啊！我用竹竿拉着在上面啊。我很少人看到人放鞭炮是这样放。卖花的鞭炮从没地你是空空，他这个大字炮直接用个冲天炮，冲天炮的时候，冲天炮，竹竿拿清口。你个呢导线没有地带哈。因为他从2楼拿住狗，不用爬了。哦，他狗是超哎。好啦，对不起啊。你看，因为关主他没有放过鞭炮，我们家鞭炮从2楼放的啦。你没放过鞭炮，所以没中央，好吧？好，摆这样，摆这样。好，按你要记住，做不对啦。好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第3题，装可爱，喜内哦，喜内哦，装可爱哈，哎，来，小甘老师。你怎么没有做这个？为什么？他有常做这个呀？你刚刚搞完工就做牙呀？脸颊爱心啊！对啊，你为什么不做？你要做这个？我确实那条阿勇做不隐身哦。他们说你干嘛把肉抓那么紧？不舒服。哇，这样很可爱啊！没有一个一样嘞。哎，蒙你带分呢？蒙中央哎哈。哎呀，我们很有默契耶，我们没有默契。那不好意思啊哈，都没有得分哈。好来 ，TC 题，还有 TC 题哦。来，抽筋。抽筋应该都会一样，大家都抽过筋吧？好来。哎，人家抽筋大部分都是脚在抽筋。我脚也抽筋吗？为什么你手会这样？我手抽筋，还有颜面神经也抽筋。你这个应该是那个叫什么？巨人那个小脑萎缩那一种。我就是这样抽筋啊！就这样刚好这样子很痒，然后就抽筋。董秋铁造谣啊，造谣。还这样？还这样？没有一题。有些难呢，是我问题吗？你的问题，真的。很整齐耶。拍摄好。你应该没有抽筋过，那个抽筋脚抽筋很不舒服。有啦，怎么我起立蹲下就抽筋了？好，都没得分，都没得分哦。再一题，好不好？再一题，好来，拍照。拍照啊？好不好？拍照，好嘞，老师。拍照的 pose， 拍照的 pose。哎呦！有你好刚刚。哎！三个一样。耶！冠群跟文子没有，他就习惯帮人家拍照，习惯谁了配啥配胸。我的 pose。那但是拍照，照来讲，基本上应该是要这样在拍照，对吗？我们这样是你帮人家拍照，对。题目解读不一样不一样，对，其实他也没有错，也没有。对啊，我有跟他们讲，我们心有灵犀。好，安内恭喜2位了哈。目前这样子得2分呐，得2分。哎，2比得2分，得2分，给荷杯1分。好，恭喜你们。好，那我们攻守交换啦，好不好？换你们喽，来哟。好，来到听一题，一定关注嘿 ，Lost Four。希望你们跟我的动作会同样的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再心灵契合一下，来。
大家有感受到罗哥了哈？有感觉，有哈，那应该会满分哦。希望哈，加油加油！金行踢一踢，斗牛。小 K 老师音乐形象。哎，没有听懂，斗牛，罗哥。哎，你们这样。不是这样吧？一般人想当牛，不是当那个斗牛士呢？我是牛啊，他是牛啊，所以一定会想到斗牛会这样子。没有，我想斗你啊！你们的默契，安勇，士兵行赏，钻过去了，要钻过去了。哎，他还穿红色哎，裙子撩起来怎么还有马莎？哦，哎，你的士兵行赏，然后思允，哎，新月没有中啊。新月的牛角没有起来。哦 ，OK， 好了，恭喜2位了哈。哎，恭喜2位，得分。下一题来。第一题，芭蕾舞。哦，等他。全部劳罗哥某空庸。罗哥，你干嘛做一个这个？还说我韩告男？你的芭蕾舞为什么是这样？不是芭蕾舞，不是都这样。来嘿！哎呦！我看那个垂死的天鹅不是垂死的天鹅，垂死还那么有，全部唔错，黑毛冇按简单啊，然后唔讲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对？没有下一题救回来，好不好？下一题，好，来吃冰淇淋，要简单嘞。好，吃本嘞，吃冰淇淋，笑那么大声这样。吃得很好哦，新宇，你懂罗哥哦，世军懂哦，四位老师没有生出来，全部他对耶，双分不你的嘞，对啊，这个，但是更精准的还是新宇，对，跟世军，你很会吃冰哦，新宇，对呀，吃冰一定是这样吃的嘛，对不对？好来，沙哈雷，接下来这一题继续下去，可能就会发生这种事情，捉奸在床。傻，他你们2个先等着，后面世军是遮住下半部，是不是？裤子要赶快穿。好，鼓手慢饮，新宇答对了，是不是？新宇而已，所以他们2个是一起被抓奸在床。你被捉奸在床，你没被抓过啊？不是，我也没被抓过。我跟你讲，我也不可能被抓，因为我不会被抓过。但我对啊，很多抓奸在床怎么会这样？对呀，因为很多，所以他先挡啊，没有很多整个棉被啊，影片你都没有看过那种抓的，那个背都拿起来了。你看他们2个，他一定被抓过，他们2个历历在目，你看，好穷哦。对啊，为什么这样？一般我看到的都好了。恭喜新宇得分，好了，恭喜，很厉害哎，有感觉了，因为他被抓过，所以没有。沙哈雷听一题，还有一题啊，好，冲浪，哎，2题英国全部答对嘞，沙哈雷攻速高温，金行来题。欢迎T3B关注，战役行商，财神到，噔噔噔噔，财神到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财神来到我家门口。哎呦，财神来咧，财神来咧。期间，虽然特别有唱到按客家嘅歌下青岛诶，浅川青岛诶，青岛诶，按财神，财神来到演唱，唱到70人声，很快很有怪的嘛，要钱的，哦，很熬钱的，两组就会发财组。对，好，是，那2位是来干嘛陪衬的？那2位是，就会好高的嘛，好高，陪衬组有高有低嘛，反正就是闹热。
跟擂台。哎，OK， 好。够拍亮啥？好，这个展毅老师刚刚前面有空啊？有空，有啊，哎有买啦哈。他有个底要高了哈。他有个底啦，他有底哈。但是讲，但係通作唔對，有法度停在石台行哦。唔怕，你就做你啊，唔怕，一定會停啊。今日做安尼幾樣比啊？哈，我看了題目應該做得啦。做得哈。好來，好來，好，馬上出第一題哦。拜年。哎呦，中，全部他對。中了，哎呀，簡單呐，拜年就冇其他方式啊。哎呀，冇拜年還有乜方式？不會這樣子吧？不會這樣哈。不會這樣嗎？好。耶，有吧？新年快樂。現在人家是這樣。哦，哎呀，用吧。對。我不會。好嘞，撒下來聽一題。嘿。大籃球。大籃球。哎呦，哎，有運球有投籃的嘞。為什麼？賴文竹你在幹嘛？文竹你很像在衝浪哎。你在運球呀？跟在疫情上，然後過來欣賞是中風。運球，你乖哈，你乖哈。那啲運球唔夠可以了，有些像中風。中風。外單弓啊。還有恭喜你嘅。蛤蟆老師，文竹有抽嘛？來文竹沒抽嘛？算抽了哈。好，還有恭喜兩位哦。恭喜啊！對嘛，不過想講，佢做安尼樣會比嘅。做得啦，有冇問題？係啊，做得哈。要上籃要運球都可以。撒下來，撒來打出批。不用批。不用批啊！打出批。來。欣賞董兄有啦，其實有了哈。走了，不要動。製作人，你們前面看到怎麼樣？有嗎？好像冠軍。算冠軍嗎？冠軍有得分哈。冠軍得分了。哦，啊，他們沒有嗎？他也是。冇呀。他這樣摸屁股冇酸的。那個應該是要失禁吧？他快失禁了的，就是廁所來不及那種感覺。跟有了，跟旁邊啊，都個天台地啵，以嘛。英語教授。在疫情上，還有司機嘅故事做得不一樣。哎呦，就恭喜冠軍！哎呀，第一分。好，下來第七題。來，打麻將。打麻將。好嘞，老師。專業的，海底摸魚，海底撈月，吃毛。他們還在那個洗牌。他們還在洗牌。他已經要自摸了。全部唔錯。啊！唔敢相信你，也唔敢相信你喲！哎呦，我總共吃魔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全部唔錯啦！你全部唔錯哈，沒有一個答對哈。他們不會打麻將，對嗎？欣賞請了解哈。都一直摸嘞，一直在摸牌。對啊，很厲害。好嘞，撒下來，大鉗。哎呦，厲害，這個有像哦，這個嘉修老師某問題，其實也差不多，其實走右片某空，我蛤蟆拳，呵，來，全部都對啊，全部都對了哈，全部都錯哈，恭喜！來，他們各路武功有些某坑用啊，全部都是打拳，對，好，還有是猛戰一欣賞，好，謝謝展毅老師，謝謝財神爺，好不好？謝謝，好，韓志生，我們下一組，攻守交換，好來，關注溫影啊，下一筆關注秋雅欣賞，哎呦，好可愛喲，連迄半夜班長會做個神父嘛，兔女郎啊，哎呀，兔女郎來了，哎呦，露凸的，你要生意在打班工嘛，當然唔是啦，基本神父幫我做嘅事，根本冇人來講。人家神父還有袖套，貼貼面前的吼。我講迄個是你嘅神父做點都面較好看，真的啊。那看，觀眾朋友，你看，還個做點都面的，等一下，給個瞄我的前面。羅哥，你好像很喜歡。
摊板买一成本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做的主持的时间做，对，做有钱。老虎的好不好？老虎会做的嘛？老虎会好。老虎比较雄伟一点。那今日制作单位吼，个正哎，然后个露怪的。哦，赵琪老师啦。无啊，用等一下。战衣欣赏要做到嘿。赵毅老师。吹神呀，吹神呀。抽型啊，对嘛？抽型啊，嘿。记住啦。对，马松金行哈。哦。他搞。邱亚欣赏第一有蛮高的哈。低了哈。哎，来，踢一踢，牙齿通。牙齿通，简单啊。好来。怎么先做？欣赏，你正经第一有蛮高嘛？因我听了张做的做通做啦，你先做下来。你先做，你就看到呀。对啊，对啊，唔要讲唔要讲。但是其他都冇同样了。係啊。看到還做唔錯嘅，其實我冇看到。還有冇共用嘅啊？幾兩片哈？牙齒通就行了。這個動作。唔過 PPT 全部送款呐，好冇？對啊，都對嗎？係啊，全部錯啦。好啦，恭喜啦，答對啦。還有欣賞音樂結束嘅時間，張周嘅做通做哦，吼。很正牙齒痛。佛醫胎。要吃點維他命 C 啊。這看到佛醫胎啊，做牙齒會痛啦。來，第一題，炒飯。炒飯。係。你幹嘛幹？你這是猩猩吧？猴子。猴子啊！你這是鐵砂掌吧？就一級，你要變夾。哦，你係用兩支餐嚟炒飯係啊？變炒按照較夾熟啊！唔知有啲唱嘅有冇嘅特別嘅許純美有冇？好子啊，好子好子，冇一個對錯嘛？冇一個對誒，啲市場全部通用誒。都不對，都唔錯，都唔錯。嚟，哎呦，第三題，伸懶腰。老人家腰不欣賞啊，有骨痛吧？老人家的伸懶腰跟我們年輕人不一樣。老人家50肩他舉不起來，他不舉，好嗎？因為50肩嘛，扛起來啊，欣賞。你還個腰酸背痛，怎麼？那是腰不好，老師。伸懶腰一般人全部都就那樣的啊，全部唔錯啦，他們4個可以成一組。真的。真的。你要考慮一下老師的年紀，好不好？對呀。這個豬隊友。關主就是要讓人家猜不到。哎，你弄洶湧啊！關主我洶湧。哎呀，我看關主的呀。明白了，好了，下一題了。下一題。草裙舞。草裙舞。欣賞。對不起。老師沒有跳錯哎，老師來錯嘅啦，老師來錯嘅啦。來一塊夏威夷東。嘿啊，夏威夷是這樣子。你這個是夏威夷的企鵝。冇，欣賞你係夏威夷的土著。土著。跟新義州他就是呼啦。啊，對，這個味道。呼啦。新月跳得也很好啊。對嘛，嘿嘛。這才是草裙。老師是土著。你那個什麼草裙，他讓人家脫衣舞。脫衣舞。全部唔錯。好，全部都錯了啊。好了，沙下來。親民一體。係咪？金雞獨立。有冇？哎，按鈕有冇？等一下，老師的金雞獨立，冇嗎？有沒有？等一下，先不要動，定格，扶一下。順便讓你們練核心哦。好，核心練一下。來，重點點頭，好來，腳來，不是我們要求證一下，係嘛？哦，按鈕先還有理論出嚟。嘿，前還有理論。哦，那對不起。兩隻手的不對，兩隻手這是瑜伽。你們的雞冠太多了。對。大了，嘿，好不好？好，還有
这个结束了。哎，议题还能摸嘞。谢谢我们的关主魔王。等他看他了，同给本书还有一笔哦。好，还有压轴的。压轴。哦，这一定要看。好来，攻守交换来。压轴巨献。大魔王终于出现了。小康老师。难穿啊！难穿。又告慢音弹琴。又跳舞，又要改好。谁要弹琴啊？谁弹琴？没，我已经录起来。哦，你录起来了。你还用不用？你用声控就做的。你是用到哪知道啊？不是。哦，那以后就声控就好，你也不用来啊。这个单元从一开始，就没有用到了。然后用到你了。现在要用到你了，好吗？好，来。你就出题嘞。大家动作要跟他一样啊。对啊。好了，很难哦。小康老师的关主来踢一踢嘛该 key 档，哎呦喊签什么东西？怎么啦？你妈看，为什么？屌丝啊！你这是什么 key 档？你这个是什么 key 档？你先快啊 ！key 档是蛤蟆老师在搓澡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蛤蟆老师比较像啊。哦，对啊，世军也是啊。你这个好像瞎子在摸象啊。蛤蟆老师人家洗澡搓澡，搓背啊！你看，小康老师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口罩没有拿掉了。口罩拿掉应该是要这样。黑马。就算那样有没有全部唔抽了？全部答错。口罩没有拿掉了，排 C。好了，都错啊，全部唔抽。那你现在这一题，等一下要不要拿掉口罩？我不晓得，看一下你颜值，我不晓得有没有关于嘴巴的。你演绎这么高，有，我演绎这么高吗？对，接下来这题就跟嘴巴有关系。因为我本来想靠脸吃饭，对啊，后来发现赚不到钱。接下来这题就跟你的脸有关系了。这还是靠手就好，不要靠脸。双手万能。听一题嘞，马该尿急啊！嘿。哎呦，有了，嘿，两油哦，哎呦，世慧老师比较不好意思而已。对，你 C M A 他排全部都抽，大尿急的，天下的尿急都是一样的。好了，第三题，触电，触电呐，有吗？嘿。嘉修老师，来，有哦，嘉修老师有哦。来，制作人，哪一个答对的？嘉修老师老怪的欣赏，世军已经触到不行了。世军不是他那个已经那个癫痫症了，他癫痫，四位老师在吹笛子的感觉。还有个怪的欣赏，蛤蟆老师，嘉修老师，对不？有一个小孩子不是那个鞋子，就是那个泥沙跑进去嘛，他就刚好就摸着那个电线杆在那边甩啊，就旁边一个老头以为他触电，拿棍子就直接打他的手，大断团队的。我也输了。好了，杀了。马该牛仔哦，嘿，哎呦，注意啊，赞哦，注意啊，来，可以哈，你这个反而比较像 key 档对，你 key 档的牛仔可不可以演一下？周队了，有枪，全部都抽，有枪，好，来最后一个了哈，好，最后这样，猴子脱逃，世军很在行了。有都中哦，有。老师你就这样不要起来，不要起来。世慧姐，你会？你的猴子的逃在家里会偷逃吗？赖老师的那个，照理说他应该要蹲比较低层，会比较低，因为赖老师腿没那么长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还没我高吗？四位老师在幻想都抽我本来想要180给四位老师，在他的心里是小巨人，不要这样。呛气了。好来，恭喜啊！全部对了。什么小康？
也谢谢小康老师啊，真的很辛苦哎呀，哎，大半米都还那节目啊，真的哎，真的就哎，你制作单米都没先通给讲的，来了才知道，是不是很惊喜啊？哎呀，知谢啊，多谢小康老师，谢谢。那是梦亮吹的，吹总还有吹演，好来，我们回头休息。哎，你统计一下分数，好，恭喜他，统计一下，来。哦，哎呦，哦，分数统计出来嘞，来，老年吹36分，好，擂台吹37分，高年擂台吹得中1万元，差1分的全票都米都差1分，对啊。哦，送多少人块？哎呀，送到1万元啊！哎呀，翻译啊，哎，那个高都有翻译嘛哈？有哦，虽然一天啦哈，但是有翻译啦。天公一长夜班嘛，搞一下。哎，哦，还你讲过年期间，哎呀，大家反正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，过新年啊！要祝福大家咁样哈，身体健康哈，今年万事如意啊！万事如意，兔年行大运啊哈！嗯，对，下礼拜。咁樣唔記得一天都準時收看你嚇。老年大擂台，老年有愛，新年快樂！長夜班，謝謝啊！是夢呂德吹，是夢老爺吹，是夢小康老師，還有那吹警察，他還在 key， 他還在 key 檔哎。哦，是夢天聰的工作人員辛苦嘞，拜拜。下禮拜好。老年大擂台。